台南环境顺治以后引发边际不足的检讨，对处议员李宗成甲蔡玉辉伫自发言纷纷表示，上局111年已经完成分期扩编477人，不过警察局预算原额也有不足175个。伫因8月23总质询过后，9月1号才提报确额，质疑到底当时才会当补齐。原来是4474人，然后现有只有4297人，所以总共的 total 少了175人，是不是这样？报告一说，这个有滚动式的会去做修正现有员额啦，因为我们9月份又补了一批巡官跟警员，审视交流回来的啊，我们也有调出的。所以这个是原额的部分啊，还没有增额之前嘛，是不是？对，是现有的预算原额，对吧？现有的预算原额，所以未来我们175人会把它全部补足嘛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这个175，简单讲就是中央可以立即补给我们的，只要它有原额，有警力可以来我们台南市，随时都可以补进来，没有再分多久的时间就对了。是。另外，有关警察一旦大打疫情，可能牵涉的刑事有罪、甲民事赔偿等争议，伫警械使用条例司法进程的过渡期，到底谁要负责？市警局长答应，司法进程牵涉民事赔偿部分，一定会寻求民间的资源处理到底，要互环境开一身钱。今日新闻，郭文吉、林庚采访报道。